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9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美。新闻头起先，咱先来看台中今仔日透早4点17发生起爆，事件发生的所在是伫咧东海大学边仔上款一栋出租的套房大楼。爆炸的力头是真惊人，大火冲过去对向的透天厝，炭骨路径，造成4个人死亡。目前消防队也咧敲找，看敢有人掉伫咧内底。 面体大火一直不出来，消防队接到通报，马上出动将火拍花。这场起爆案件发生伫透早4点外，附近民众困到一半，听到2摆爆炸，被真大声音惊甲赶紧逃生。光者，啊，遐咧烧花咧，叫我赶紧进去救人啊！我赶紧爱走啦！一直有人在喊救命，对，可能有一些小火花之类的。可是那时候我隔壁我住的那一间的玻璃门就已经有碎掉。 案发地点就伫台中市灵井区新兴路55巷，是有名的东海别庄商圈，附近住真侪大学生。目前知影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可能也有民众受困。除了出租套房甲透天厝受到影响，也有几啊台停伫现场的汽机车被炸掉，可能是火警现场放真侪回收的物件，造成火势拓开。那一位罹难者是在那目前我们也是已经有控制了，那现在还在。 这个调查这个火警的现场当中，连坚固厝拢被炸掉，真侪灶开物件拢被炸飞出来，爆炸威力非常的大。消防队控制火势，搜救受困民众，要个调查起爆原因。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次卿 Crutch 带团来访问台湾，这抓因来主要的目的是代表美国来参加伫今仔日举办的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礼拜。来参加追思会，阁有前日本首相曾喜郎。虽然伊才拄受着伤，嘛是阁再带团来悼念。张总统蔡英文已经前后会见美国甲日本的代表团。 破出版完了后，相片连上下9个夜伫内底。总统蔡英文昨日暗时宴请来访的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代表团，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出席。蔡总统普文欢迎美国好朋友、老朋友，佮讲到甲克拉克亲自交流台美合作议题，期待台美朋友关系更较好。虽然这摆行程无完整的台美经济商业对话，毋过昨早起先会见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为未来台美经济高阶对话。 先展开前期对话，也拜会行政院长苏清昌甲外交部长吴钊燮，讨论台美双方经贸、产业链问题。外交部长吴钊燮在今天9月18号的下午会晤了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及环境的次卿克拉克，双方针对台美关系的各项议题以及未来的合作项目深入的交换意见。 外交部由衷的感谢美国政府以及克拉克次卿对于台湾的鼎力支持。克拉克主要是代表美方参加今日总统李登辉的对思告别礼拜，也有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昨也是专机到台湾。总统蔡英文昨下晡也伫府内接见日本调研团。再次看到受人敬重的森喜朗前首相，再一次率团来台湾参加李前总统的追思告别礼拜。 我谨向各位台湾的老朋友、好朋友，表达最诚挚的感谢。感谢各位在对李前总统跟台湾展现的友谊。これも自由と民主主義、自由経済、このことを大事にして、お国と共通の理念としております。ますます両国の発展、そしてさらに先ほど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ように。 各方面にわたって進化いたしますように、我々もまた政府一体、我々は我が党も努力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83岁森喜朗为8月初到台北宾馆吊唁李登辉了后，过来台湾。前是昨仔伫厝内底跋倒受伤还未好，也是过来台湾表达对李登辉的哀悼甲对思。同时也转达日本首相兼议会伫台湾的问候，希望台日双方应伫各领域继续和平深化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今仔日早起会伫真理大学举行。到时总统蔡英文会颁发保养令，甲砍国旗的仪式。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和美国国务院的次卿 Crutch， 各前日本首相森喜朗拢会参加。向李前总统登辉效勇，行3鞠躬礼。
前总统李登辉对此告别礼拜19早起9点半，要在真理大学大礼拜堂、加淡江中学礼拜堂以及演奏厅分3个会场举行，预计有超过1500人参加，规模盛大。18下晡进行彩排，流程结束时，由国军依照下林元首上管身份发信炮21响。总统蔡英文会在对此告别礼拜中颁发保养令，并且由副总统赖清德率领5院院长进行慰灵加砍国旗仪式。仪灵车队会搁在淡江中学进行最后巡礼，暂时放在翠山庄，10月7日安葬在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总统府正式前总统陈水扁加马英九、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加40多位驻台使节拢会参加。我相信。很多国家都很感谢，也感念李前总统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那我们也感谢，包括美方、包括日方，特别派了代表团来台湾，向李前总统追思致意。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也在18下晡4点外到台湾，这是伊在8月了后第2摆到台湾悼念李前总统。此行团员包含立法议员昆谈会会长古乌龟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理事长顾其泰明等大约10个人。总统府表示，美国甲日本代表团会独立的路线来出入告别礼拜会场，未接触一般民众，安排拢甲疫情指挥中心远程沟通甲听从指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的次卿即阵来台湾，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队昨早起就开始伫台海附近实战演练，甚至接近咱的领空。规工拢总有18架强机扰台，是破过一天上济纪录。中国迄边阁批评美国讲，若是想要用台湾来压制中国，注定是死路一条。台海局势紧张，解放军18早起7点，小连续派军机出现伫台湾西南边、西边、北边甲西北边的空域。空军4点钟内用广播驱离24架，这边空军真罕见，用广播化工接近台湾领空。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部空域，高度6300公尺，中国军机注意，你接近我领空，离下非常安全，1万多里。国防部即时军事动态证实，解放军拢总派2架轰六、4架歼11、4架歼10，另外阁头一届公布8架歼16扰乱台湾，这会使讲是解放军第2强的战机，捌超过海峡中线，国军用广播驱离。加上防空飞弹追踪监视，外界解读讲，美国派国务院次卿克拉克带团访问台湾，嘛可能一困头卖7项武器给台湾，这拢达到中国的底线。中国国防部宣布，解放军东部战区18下伫外台海实战演练。美国和民进党当局加紧勾连，频繁制造事端，无论是以台制华，还是挟洋自重，这都是痴心妄想，注定是死路一条。任国强批评美国以台制华是咧损毁。面对台湾西北部空域情势紧张，空军全台湾各基地各种战机紧急起飞有甲17架。好几台，对，好几个架次。花莲基地派出2架 F-16战机，挂2个 AIM-120先进中程飞弹，2个响尾蛇飞弹紧急升空。这届拢总有18架中国军机扰乱台湾，正做一天来上济架的一届。这些军事恫吓的行为已经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也离台湾人民的民意越来越远。他会距离台湾越来越迫近。第二个，他全天候，他白天这么做，晚上他也来袭扰，让你不得安宁，让你疲于奔命，求于应付。这是第二。第三个，他会做飞弹的试射。前空军副司令张恩定警告，中国军机用几啊批、几啊站的方式扰乱台湾，终基本的目的是要让台湾走向无细致发生冲突的局面。也若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张春辉也阁讲，军演是应对目前台海局势必要的措施。不过，伊无讲演习的时间、具体的所在，也有参与的兵力。另外，东部战区官方微博最近小连续发布军演的动态，包括火箭军展开夜间火力突击演练，加上特种的军机进行长航透明飞行的训练，这一定会让台海的局势更较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虾米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联合报。美国国务院的次卿 Crutch 即道来访问台湾，同一个时间，中国嘛伫咧台海附近实战演练，出动战机飞超过台海中线。中国的军舰嘛捌超过台海中线来活动。咱的国军提升战备，连伫咧家人负责紧急台面任务的成功舰嘛出航应用。接落来看自由时报，花莲县立委鲍坤琪目前伫咧花莲港甲封关，但是却标出伫咧港甲内底有特权，管理员替伊摕面巾旁后啊，连伊行过通道的时，仪态受刑人都要越过身来回避，袂当直接观看。
上尾来看《苹果日报》，猎人黄鸿升16日因兜成功过身，将经过解剖，初步判断是心血管的疾病死亡。伊的经纪人表示，是主动脉剥离造成血管脱掉的才过身。来关心进口美国猪肉的事件发展，立法院昨开议，行政院长苏贞昌针对开放美国猪牛进行专案报告。国民党要求蔡总统爱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苏贞昌是强调讲，开放进口是关系到台美贸易关系甲总体战略。另外嘛宣布讲，明年若无照规定标示猪肉的产地，就会重罚300万。立法院新会期伫在野党抗议的声音当中开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牛肉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国民党透早甲级动员，将大型猪的道具去议场，甚至押互官员挖进行政院长苏贞昌。因为国民党团嘛提案，要求蔡英文总统去立法院报告，议会决议，政府议托，交互朝野协商。苏贞昌报告的时阵强调讲，开放美国猪肉牛肉关系到台美贸易、甲国家经济利益总体战略。蔡英文才做出这个困难的决定。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经贸谈判却因为美猪美牛的议题，成为彼此深化合作的障碍。因此，我们一直希望勇敢跨出这一步。苏贞昌伫蒋万安质询的时阵，询问蒋万安敢有食过美国猪肉，刷来两个人就一句来一句去。啊，你有吃美国猪吗？院长，我现在质询你，我问你，你就不敢回答嘛？我当然吃，但是我不会。当然吃，所以院长，你有出事吗？我不会吃猪肉。哦，吃这么多的美国猪肉。时代力量甲民众党嘛大力批评。时代力量强调讲，即个政府以行政命令，敢若公告7天，无符合移过期60天的规定。民众党批评卫福部自头至尾拢无参加相关的公听会，根本是藐视国会，要求政府甲美国做对等的谈判。挺起肩膀，挺起腰杆，跟美国之间进行正常的、对等的、有尊严的谈判。会逐步检查，然后做到100%的边境检验。那检验的能量在哪里？又如何做这个逐步的检验？面对在野不满抗议，苏贞昌强调讲，开放美国猪肉牛肉了后，一定会严格管理食安。明年1月份开始，猪肉甲加工品要清楚标示原产地，若无标示会罚300万，若黑白标示会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劳保基金预计6年后会破产，有风声讲，新的劳保年改会互劳工逐个月领的退休金减3成，引起民众的反弹。劳动部长柯明春就表示，劳改草案预计年底就会出来，不过劳动部昨日的暗时8点煞是临时宣布冻点。劳保基金预计伫2026年破产，年金改革的时间是愈来愈迫。劳动部长柯明春讲，就算红丝头路嘛，就爱做。不过最近推出改革了后，劳工的月退金会减3成，伫网络引起反弹的声音。这礼拜劳动团体去劳动部抗议。17拜四，柯明春才表示，劳保年改的草案按算年底就会出来。不过暗时，劳动部紧急用书面的方式宣布会暂时冻点。关于大家关心的这个劳保年改的问题，我想昨天晚上劳动部的这个新闻稿已经说明得很清楚哈。我就不再多说明。部长，因为民众看不到新闻稿啊，就还主题馆要开始，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那是草案就停摆了吗？谢谢大家。你不是劳保年改雄雄大动啊，学者认为讲，确实会当先停一下，收集劳资的意见。不过相信讲，年改要是袂当拖伤久。这样的话，就不妨劳动部就利用这段时间，座谈会的方式，今天劳方的意见，这个东西但是拖也拖不了太久了因为这个马上就连基金都要建，越拖延越久，未来的改革幅度就会越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商务部宣布讲，对明仔20开始，全美国禁止掠 TikTok 甲 WeChat 两个软体，嘛禁止伫美国使用 WeChat。中国的外交部是呼吁美国要停止甲政治掺入去贸易合作内底。美国商务部的官方网站10日发布禁止下载抖音甲微信的消息。20开始，所有平台拢袂当用这两款 App， 也禁止伫美国用微信来转销甲付钱。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抖音甲各部门的交易无够满意，这命令发布也是要互交易案赶紧完成。I think it could go quickly. We have
great companies talking to us about it. You know about Oracle. You know Microsoft has been involved, and let's see whether or not they're continuing to be involved. Walmart is truly a great company. They're very much involved.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进前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报道，多因某公司可能成立一间新公司来得到批准，甲时阵甲顾问甲沃尔玛拢有股份，佮加上原本的美国投资人美方股权会过半，最后计划是互新公司成立了后，伫美国第一摆公开募股。And I think this over the next 48 hours is really a Fort Sumter moment for U.S.-China cold tech war. I think for Oracle, it's about majority ownership. And I think for the U.S. government, it's about access to the source code and algorithm. 不过，东印保公司也表示，最后协议签署依然要得到中美相关部门批准。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遵守国际经贸规则，停止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为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卡苏照目前交易计划进行，川普在修改8月签署的行政命令，虽然这是总统的权限，不过在美国历史上也捌发生过。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王的网页设计师，家己写一个自动收集色情影片甲相片的程式，而且提供予会员家己挂影像捡起来。高雄市刑警大队除了甲嫌犯抓起来以外，嘛正咧追查这挂影片的来源。色情网站看到真侪女性性爱影像，其中也包含袂少各种高中生家己翕的，也是互偷翕的相片。高雄市刑大接到台湾电视协会通报，15号台北市上山区一个办公大楼搜查，现场抓到假设网站的姓王的网页设计师，并且伫网站的资料库内底查到130万张相片，甲1500多部色情影片。未成年的少女这个部分，应该是说她都是在各大网站里面去搜寻的，所以要知道来源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警方调查，信用嫌犯在有名的收查营前公司担任网页设计师，在104年写一个自动化收集程式。拄开始只是练习家己的相关技术，并且以个人喜爱甲色情网站的色情影片下载到家己建立网站。后来为了支付托管主机费用，涉嫌对2019年1月开始向会员收每个月100块的会费。一年来收到30万块会费甲广告费，并且累积16万名的会员加入。在别人要追踪我，或者是会追踪我的账号，或者是加我的好友的时候，我都会先确定他是我认识的人。警方表示，散布销售色情相片已经违反刑法甲离小法规定，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并科代票500万块。警方已经查扣网站所使用的名，会继续追查色情影像来源。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是会好奇的，当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会对自己是有好奇心的。现在的孩子是会透过手机拍摄下来，传到硬碟啦，或者传到云端啦，或者是等等的各种可能性，它就有比较多的机会会有外流的风险。台湾电视协会提醒，随着现代科技普及，上网影像翕相愈来愈简单，唔那爱提防网络诱拐，学生在使用社群网站时，嘛要注意家己的私密性，详细评估影像是不是真正有必要留伫网络顶面，加一码小心，才可防止有心的人不当利用。记者综合报道。美商迪士尼集团经营的台湾 Fox 体育台，因为登记了钱，有风声讲要退出台湾的市场。昨下晡因也发声明证实，有拍算要停止伫台湾的 Fox 体育台。我们星期五晚上9点再会喽，晚安，拜拜。无论是体育新闻节目，还是 NBA 美国职业篮球、MLB 美国职业棒球、甲日本职业棒球，迪士尼集团旗下全部转播运动比赛 Fox 体育台伫咧台湾有真侪收视好。毋过即马传出因为第二了钱，包括 Fox 体育台2台甲3台，年底进前要退出台湾，而且规个亚太地区嘛要放弃经营体育台。他认为亚太这边假使不赚钱，他当然就会离开啊。我们还没有接到。那这边假使说他有上架到有线电视系统的基本频道，他就要按照邮广法29条来申请事业的那个计划变更。伫咧台湾拍拼真侪年 ，Fox 体育台是福斯国际电视网伫咧亚洲区营运的体育频道。原本号名做 ESPN 卫视体育台，因为迪士尼集团2012年7月份甲 ESPN 频道所有股权卖予福斯娱乐集团。
2013年改名做 Fox 体育台，去年3月份，迪士尼佮并购21世纪福斯大部分的子公司，其中嘛包括东南亚 Fox 体育台系列频道所属的福斯传媒集团，所以 Fox 体育台佮一届重新登记迪士尼的旗下。因为全世界收视习惯转向网络平台，迪士尼伫咧并购了后，渐渐整理旗下了钱频道。目前旗下台湾所有体育频道拢是亏损的。昨日下晡，台湾 Fox 体育台开内部会议了后，发出简单的声明证实，有计划要停止 Fox 台湾体育台伫咧台湾地区的营运。根据台北市劳动局的了解 ，Fox 传媒台湾分公司伫咧台北市劳保投保人数超是150个人左右，到目前为止还未接到任何租客也是大量解雇的通报。记者综合报道。中秋甲双十节的假期就要到啊！为着防止往花莲宜兰的高速公路塞车，交通部除了有客运的优待以外，嘛甲当地租车业者合作，用客运的车票就会当拍折，鼓励民众加使用大众交通工具。这是花莲火车头前的苏花街客运转运中心。中秋连续假期往回花莲甲台北的车票已经去用订了，因为即马来回票价仅仅需要400块，佮有送加币，互旅客感觉真会好。我们提供的是来回票400块，不但包括我们首都客运、台北客运、统联客运都一样提供这样的优惠，还蛮方便，就其实都还是蛮快。无买到票的民众嘛免烦恼，业者强调讲会看状况来加开车帮。除了安尼以外，提票进去租车佫有优待，上侪有租一天送一天的活动。那我们等于是租2天啊，然后就是1天是5折。客运的票跟来我们这边公司租车的话，汽车1天折100，机车1天折50。这寡优待拢是交通部为着要消透中秋甲国庆连续假期国道5号甲苏花街车条的办法，希望民众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嘛当地研究客运专用道。从苏澳一直到头城，它的路肩也可以开放给大客车来行驶。目前有朝那个紧急专用道那个部分，是不是在特定的时段可以开放？台铁方面是表示，苏花街通车了，对台铁确实疏解真侪运量。毋过，即届爆发的中秋连假也是加开114车帮，加挂207日车厢，运量比平常时增加22.1%，下看需求，搁来增加车帮。记者综合报道。1938年自日本时代启用的分州工业局嘉义分局，经过6年的整修，变做嘉义市的美术馆，预计伫10月初6的正式开放。未来可能阁会一步一步扩展，打造嘉义的艺文中心。结合光影甲建筑空间的表演，嘉义市立美术馆是经过6年时间的改建，变作是嘉义市艺文推广的新所在。透过专业策展的方式，能够在这边把展览做一个完整的呈现，但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艺术文化跟市民的生活来做连结。1938年启用的这栋建筑，原本伫日本时代是分州工业局的嘉义分局。为着要让民众会感受到原本建筑的风格，建筑师嘛用真侪玻璃，要让人伫外口就当看到建筑风格。新旧并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啊！我们刚好可以在地看到，这个最极致的美学的合并，所以可喜啦，可贺。我们 B 栋跟 C 栋的设定呢，都是跟着这栋古迹来的。比如说 B、C 栋的高度跟 B、C 栋的颜色跟材料等等哈。大致上都是和地面上的设计啊，大致上都是 follow A 栋原有的原则来发展出来的。嘉义市立美术馆伫9月25号到27号3天试营运，正式开放的日子是10月6号。美术馆表示，未来除了展览空间以外，还会陆续增加艺术品的商店、咖啡厅、甲餐厅，希望用艺术甲生活来结合，配合边仔嘉义文创园区，打造新的艺文中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仔日受到风面的影响，台湾的北部、东北部会落地暂雨。今仔日暗时开始到明仔载风面通过，阁有东北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的气温会略略下降，嘛有地暂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来看外岛地区，
华岛地区是25度到33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是啊，难道你唔相信天行健的可怕之处？人行的会是天行健的力量，而是对祖先历代传统的破坏吧？历代打入我会拄上什么？可能需要应付规只一家人的看门狗吧？我真想摕一支针将你的嘴踢起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好，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注意啦。咱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就是做穡。做穡漢字寫做做穡，羅馬字寫做知而做，思而穡，做甲穡攏是第4條。台湾早前是农业社会，大部分的人拢靠种田维持生活。唔知大家平常时啊，定有真侪甲种作有关系的代志。即马时代改变啊，这个台湾传统技艺已经离住伫都市的人有略啊较远啊。哦，这个种的哦，哦，谢。在台湾的传统社会，牛是民众上重要的工课伴。农业社会，牛甲人相依相偎，所以台湾的老辈真侪人无食牛。即马牛肉面、牛排这些料理，在台湾的时行，拢是较后来才有的代志。有一寡台语词是农业时代留落来的，即马虽然有原有咧讲，不过意思已经小可无同。亲像小放伴，本地是咧讲吼，要捕蝉还是斗挂伫我的时，带附近的人互相轮流去对方的田林斗骹手，即马变做互相帮忙的意思。搁有膝头，因为是咧讲农事的工课，即马用来称呼所有的工课。像我即马膝头做袂了，又搁要加班呐。甲做穡有关系俗语真侪，亲像无龟袂出水，是咧讲捕蝉的时阵爱记咧。来，比如讲吼，做任何工课，拢着先付出，才会有成果。也有一粒米100粒汗，形容做穡的成果。丢做穡，工课伴，小放伴，膝头，无龟袂出水，一粒米100粒汗。做穡人实在真辛苦，咱着爱珍惜送来到咱面头前的食米呢。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咱后摆再会。